新歌不人风暴，不人风暴，肯定的。扎西的秘密。这个男生也跳得也好哦，新起的。他现在叫啥？他那叫啥？杨龙山。自己看回放了。等我加他加抖音算了。声音太小了，扎西说，哦，不是扎西说，扎西说那个声音太小了。有点短，才2分多钟。我都要我送了一个吊桥。
有点问题，这个偏音源有问题，有点短那些。这个是连唱8分钟，这是楠楠的老师吧？这是他的女儿瑞瑞的妹妹。有4个。这个是都给跳了吧？9点半吧，应该9点半。那里瑞瑞第二眼镜的是不是瑞瑞的妹妹？对，就是他妹妹。也是他们也是母女家的，对。That's
快，这个歌走得很快。永登跑去了，永登跑去直播去了。现在应该就9点半啊，正常9点半，应该是瑞他们05吧。这个就是他们的。你把月拿走。
扎西熊。开场的这个曲子。整个看起来。这个红围巾的是刚拿错，这个搞错了。4万巴西是02前面那个，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彩色的这个高的才是4万巴西。他太想我了嘛？对他，我看到他那里哦，他到处点啊，他到处点我啊。他在找你。哦，对，抱抱，抱抱。好，我抱一会儿他，哈好。因为如果累的话，你就对，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我抱早就习惯了，他也习惯了，他也喜欢被抱了。没事，反正换了他们。哦，哥哥。可是这个真新哦，你这跳马这个新啊。你看了他那个吧，这个好像跳过来。又是新歌嘛。哦，摸你下吧，摸。刚才到那边在叫了的。对，他一直在找我，他起来看，盯到我，盯到一直就一直忘了，想回来，还把抱过来。嘿嘿。还抱，比水力劲大吗？我刚才听见他叫花花。对啊，张嘴。这位小朋友叫数学啊？当起走嘛，当曲走嘛。哦。当曲走嘛，当曲走嘛，嘎，是吧？对啊，曲当曲的，曲当曲的。毛毛的，但是当
球的当。对，当然的当嘛，当。他好像没得抖音哈。他应该没有吧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有哦。一般跳舞都有吧？好像有，这个名字好像没得。我这样。哈哈。我先来。你也要这样。秋季在老家呀。馋你吗？这个他都会跳，这个两个也会跳。不杀过啊，不是，有搞错人，这两个都会跳。这个老头啊，他还在他旁边学。多少
温度降了1度，刚刚12，现在11。要跳的话，可以跳到几个小时随便，跳11、12点都可以。哎，可以20。这个歌也好听。我忘了吧？看前面领我就知道了，搞忘了。这个歌好点，还没有跳的，搞忘了。会跳啊！跳一个。之前发过的。没发过，那你有吗？有吗？嗯。这个。
哦，没事没事，不用不用，谢谢，不用，他不调啊，没事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主要是，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有点难。送档恩嘛。下雨了，下密密麻麻的。